今集同大家分享場地活動氣球佈置，介紹嘅場地係 The Glam。睇片之前記得訂閱同撳鐘仔，鍾意嘅話記得讚好。位於尖沙咀嘅 The Glam 西式場地以森林系風格佈置，場地空間充足，適合佈置擺放，有戶外感覺但不受天氣影響。一幕表現海港景色，一島270度維港景色，光線充足。我哋20 Balloon HK 佈置經驗豐富，場地佈置設計專業，場地活動氣球佈置亦都係一個好嘅打卡點，讓賓客在活動中留下回憶。今次場地屬於 The Glam， 場地擁有寬敞空間，可以作為裝飾用途，空間充裕可做更多裝飾。今次套裝包括有大型氣球拱門，配上水晶氣球，現場效果震撼。我哋20 Balloon HK 佈置經驗豐富，提供生日、紀念日、求婚、百日宴、應援佈置、商業佈置、節日佈置等佈置服務，令你哋減少佈置時間同埋煩惱。立即去我哋20 Balloon HK 官網了解其他獨家熱門應援氣球款式及價錢。如果煩惱如何打造特別、驚喜、獨一無二的應援氣球佈置，歡迎聯絡我哋20 Balloon HK， 我哋為你提供免費諮詢。如果想知道其他酒店佈置或者節日攻略，記得要訂閱、撳鐘仔、讚好。我哋下次見。